心靈交響曲，行動起來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雅各書2章17節，這樣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雅各鼓勵信徒們，認信主耶穌基督為生命的救主，為人生的主宰，當會學習主耶穌的樣式，將神的教導表達在生活上。雅各提醒，聽道後要行道，歸信神成為天國子民，有主同行，有聖靈幫助，在謙卑與順服中將信心實踐出來，將救恩宣講。有信靠神的心，使應有愛神的行為，在內在外均是表現一致來榮耀神。讓我們一齊祈禱。信心使我們有勇敢回應聖靈的感動，在知罪悔改中歸信愛世人的天父上帝。愛神的信心在生活不斷顯露出來，鼓勵着別人跟從主耶穌的信心。生命確是在影響生命。以上禱告用感恩的心，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們。